噼里啪啦，唱唱跳跳又来了。好了，这个节目中呢，我能安排当多精彩的内容哦。看到小别拿起油头发，祈祷舞台等展现优雅的舞姿，还没起到当奖呢。除了安尼以外，还要安排小别带来精彩的讲故，上爱的一光面等嘅乐图，都睇到讲乜嘅呢？接落來是播人共下來欣賞小別嘅人帶來嘅精彩表演咯。聽日做上場嘅小別嘅人會帶來精彩嘅舞蹈表演，是播人來欣賞咯。就像你公嘅情花啊，有頭髮呀有頭髮啊，就像誰愛嘅面㗎。有頭髮呀有頭髮，花開花落一樣不大。有頭髮呀有頭髮。
爱讲解句真精彩，真神奇。你有嘛该放出头呢？烈士，你讲出来嘞。其高不将空手转去，空手，嘴巴是呜的音要清楚一点。空手转去，转到木卡，突看到面场上破片嘅看到面场上破片嘅师傅。今比爱讲解句系有一年地方闹旱灾，师傅无东西食，破片嘞。突看师傅无东西食，是写信本师傅食。天气看到俩清晰，突是地为师傅牺牲赐我，真艰难得，应该本天下人都看得到啊！天气将热土变到热公度，大家一看到热公度嘅热土，是会想起热土写信救人嘅故事。我知道真困难。我知道真困难嘅事係發音，有時發音無標準，不過就認為當然真該高雅。元熙本身呢，其實是個當然真嘅聲音啦，啊，不過確實是個有啲發音吼無安講啦，像有人嘅熱，嚇嘅就開始佢咪講就熱，佢咪講熱，係。啊，清閒啊，哈，清閒又清閒，就要加個關於吼南腔下，啊，毋過佢認真，啊就糾正其實要改過啦，嘿，阮石岡國小對客家語嘅推廣哈，真正係認真啦，吼，像乜個全教嘅學生就乜個每週日記啦，哈，啊，先發個用語。啊，我哋啦客家歌謠啦，哈，歌謠啦，啊舞蹈啦，哈，啊，综合推动的音乐节有声有色啦，啊，咪创彩表演啦，像我彩表演通分，我咪要跳童话舞，啊，所以呢，新年的舞台哈当多，啊，今學客家話哈是當有姊妹，嘿，啊，不管係講古啦，甚至咩好，我當然甚至就一好。講古啦、演講啦、吼朗讀啦，嗰都甚至只一項。啊，主要係平常時嘅個生活嘅用語吼，加強吼，啊，另外咪要見來見進步。因為我本身要推廣個客家語，啊，雖然咪不管佢係咩新出名啦吼，入來石岡國小，是不？你有啲個環境啦，其實我同我通下學啲客家語，啊，個新住民來講吼。有的福卡咪就講客家話啦，嘿，對，像阿爸可能咪就講客家話，冇是阿媽，嘿，啊老到學教我個加強，其實新出名噶一般嘅生意窮款，跟仲係咪會窮下入來學習嘅係咧，嘿，會融入這個環境，嘿，對，啊其實生意是安尼啦，看到生意安尼，對啲客家話按照姊妹吼，其實做先生來講吼，不管看人選辛苦吼，咱要知道。都有那個代價，就是會覺得很安慰，係無？感覺安慰安尼啦。啊，咪希望講較石岡國小實在人業過畢業年吼，對啲客家文化嘅傳承吼，要見進步。對細人嘅能嘅學習過程，本期細兒同耐心嘅指導。接落來是播阿能強下來欣賞小比帶來嘅精彩表演。跳擺，由一個師傅帶進一隻兔同一隻猴，帶頭青山南渡，生活過來易快樂。師傅係一個動詞性概念。佢將兔同猴看作自家嘅親人，從在講道理本艱難聽。有一年，地方鬧旱災，師傅無東西食，找到存一把骨頭，破片嘞。兔同猴看到，心肝頭激到像火燒強藥，
是参详爱去寻到世界东西转来。天一日，天噗噗讲，今年是出发嘞。后，结果起草山，真不简单，请到30粒做配嘅果子，激动欢喜。常常介绍一群是同该粒果子摘落来，顺续咸到桥带转去。土行到田口度，上爱留到风菜头带转去。毋过田走到比比比，你有嘛该风菜头呢？也是，日光出来咧，佢果不将空手转去。转到木下，土看到面墙上破片嘅师傅，师傅同土讲：转来时候，转来时候，为到爱，人人都辛苦咧，爱上人人一天都要咧，较片到嘅几粒果子失败，土看师傅无一屁记，日子伤心。看了看面头前嘅货，跪到师傅嘅面前，我嘛该都无替远带转来，真不好。我是写信本远失败，发奖公平是跳日太火地度，天气头天顶看到俩清晰，严是春树，杀去太火中嘅土，当感痛嘅讲。土是得为师傅牺牲自我，真经难得，应该本天下人都看得到啊！天体双手一托，是将玉土变到日光上摆，同时又降落来一清大雨，高手同作物做下到生发红来咧。对解摆了后。年年嘅日光挂到天顶，大家一看到日光度嘅土，是会想起嘅玉土写成救人嘅故事。我嘅故讲俾你罗拉大家。